咱若要对主讲，主啊，我较无，我邀请你的圣神充满我的生命，进入我的心。只是咱要做伙来吟这首圣神，请你来充满我心。圣神，请你来充满我心。超人健康的生活，彰显你的性格甲自爱，告诉我
成长来祈祷，也恳求主保守咱伫工作、伫读册、伫生活中来活出好的基督见证。只是邀请每一个人，咱为着每一个家庭甲上帝的关系，来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赏赐的恩典，将家庭放伫阮的生命中，做阮互相相听、互相扶持的好所在。只是我们为着每一个家庭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，恳求主亲自来眷顾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家族，使阮的父母、夫妇、囝儿时代拢有平安甲健康。愿你的圣神时常同在，帮助每一个家庭成员灵命成长，拢有机会来认捌你，领受这份上天的恩典甲救赎。主啊，阮也要恳求你保守伫每一日，阮的工作、阮的读册，伫生活中，无论是伫厝内、伫公司、伫学校，或者是伫社区，愿通为你做光做盐，见证基督。恳求你建立阮每一个家庭，成做你所欢喜的家庭，全家大大细细拢爱敬畏你，专心行踏伫你的道路顶面。愿同心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圣神，请你来充满我心。设到50几年，甲教会的宣教事工来祈祷。咱要为着感谢主，伊赏赐福强教会这49年来的恩典，求主继续祝福，互咱行50几年，也为着咱的牧者、长职50几年的筹备委员、服侍团队、团契首长、区长、小组长，咱来祈祷。恳求主使用咱教会，成做这个社区的大祝福、大出口。咱做伙为着教会设到50几年，整个宣教事工，咱开声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伫49年前竞选你的奴仆甲工人，设立富强教会来成做阮今仔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。只是我们当心为着教会的事工，甲设到50几年来祈祷，恳求主彰显对富强教会的宣教异象甲计划，兴起长职、团契首长、小组长、信徒来成做牧师、干事上好的同工。互阮通用祈祷
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参与教会牧区团队所推动的事工，也互侪侪伫无共款的这个事工顶面，通看见家己会当负担的责任，彼此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，互整个教会发展行伫合主心意的道路。无论是伫教会的软体、硬体，拢通同心建造属理的教会，也互富强教会成做一个城市、社区祝福的大出口，传扬福音，扶持软弱，互人因为教会看见你真实的疼痛，愿同心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所接，咱也要为着今早起的主日敬拜来祈祷，恳求主亲自临在，带领礼拜中每一位侍奉的同工，特别也为着后师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祈祷，愿圣神开咱的心，互咱通听见主的声音，行伫主的道路，也恳求主的圣神临在伫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心中，保守带领咱伫今早起的主日礼拜、主日学、早经班，主的恩典满满，甲咱伫地，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赐下祈祷、敬拜、学乐的神运行伫富强教会，互敬拜充满上帝的荣耀同在，保守看顾今早起整个主日礼拜的停事一切顺遂，无论是伫交通指挥、接待人员、新朋友关怀、主日学、早经班、家备册网等等的事工，也恳求主保守夏牧师伫今早起所要分享传讲的信息。阮哥高满伫牧师来正做侪兄弟姊妹的信仰甲生活顶面的反省甲启示，也恳求主纪念伫阮当中，或者伫线顶甲阮做伙敬拜的朋友会友，通领受阿爸爸你的听、你的灵，甲因三甲伫地同在，伫敬拜中通甲你相拄，生命来得到改变。我们将今早起的主日敬拜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，求主掌权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安尼当心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伫圣经帖上农历家真书5章16到19节，伊安尼讲：着常常喜乐，着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是上帝踮伫基督耶稣恩恁的旨意，唔通拍花圣神，只是要邀请兄弟咱做伙起立，请你至少找3个你的厝边隔壁的会友，你甲伊请安，你对伊讲：爱常常喜乐，爱常常喜乐，爱常常喜乐。咱今仔日嘛有八角塔的辅唱合唱团，咱来当甲伊拍招呼。上帝启示的话，我们所听的旨意。
成功，互相差拼，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，用来做命的钱，通消灭心内的感动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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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常常喜乐，祈祷无散。咱的主有无限恩典甲疼痛，因为伊是好典荣美的上主。主，你是好典荣美，咱要怎么来念？你是好典荣美。耶稣，你是何边苦恼？耶稣，受死也万万，你我的心内拢不断恶了耶稣，我敬拜你，耶稣，你是何边苦恼？耶稣，受死也万万，你我的心内拢不断恶了耶稣，我敬拜你，你是恩典荣美，你是奇妙如此，要来滚动，你是好天，献给你嘞，耶稣我敬拜你，耶稣你是何边苦恼？耶稣受死也万万，你我的心内拢不断恶了耶稣，我敬拜你，耶稣。